班上影樣。今日想同大家示範一個實驗，叫靜電吸附。我哋需要嘅用具有間尺、布、膠同埋鹽。首先將鹽同埋膠撈埋一齊，好似咁啦。再跟住咧，用間尺同筆粗薄，再擺落去。間尺經由布摩擦之後會有靜電，靜電將細小嘅物件吸起，而胡椒粉呢就比較輕，密度就比較低，會黐起間尺，但係鹽呢就會比較重，就會留喺牆上。今日我分享就咁多啦，多謝。